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11月初6，旧历的9月21，礼拜5。新闻的头一条来看风台，这个轻度风台闪电、闪电是今年头一个冲台湾的风台。早起的10点，暴风圈已经接触到鹅銮鼻的陆地，恒春半岛甲花莲台东过渡了后，风雨是愈来愈明显，绿岛甲南势的风嘛真强。今仔日规天拢是风台影响台湾上明显的时阵。 南势14级的强阵风，真正毋是你过算像海上风影有够大，风云变成。花莲七星潭嘛是拢大影，游客无用的欣赏，唔甘离开。盐寮渔港外口同款拢长影。今年头一个到台湾的风台闪电，早起10点暴风圈已经飞到鹅銮鼻的陆地。 在今天的下午之后，整个屏东跟整个台东地区跟屏东地区风力上来讲会逐渐的增强。那晚上的时候呢，在南部的地区，在高雄跟台南的风力呢也会逐渐的增加。 今日这几天拢是风台影响上较明显的时阵，海陆境拢有犯，陆上包括屏东、台东、台南、甲高雄，拢伫警戒范围。海境即是巴士海峡、台湾东南部的海面、台湾海峡甲东沙岛海面，除了强风，也有大雨。拜五几天，花莲台东甲恒春半岛可能拢会变大雨，东北部甲基隆海岸卖落大雨。暗时到过年港透早，花莲台东恒春半岛雨会继续落，基隆海岸雨就会较回。 那这样的雨势上看起来，在花东地区、恒春半岛有可能出现局部性的大雨或者是豪雨，甚至在恒春半岛部分还有可能出现豪雨以上等级的雨势。风台威胁恐惊要到明仔载才会解除。不过，所来东北风报道，这个周末北台湾依然是湿湿凉凉的天气。